你有冇試過覺得自己好想改變，但係又好似俾啲無形嘅嘢箍住，行唔出第一步？尤其係我哋呢一啲比較敏感、容易吸收周圍能量嘅人，成日會諗好多，驚自己做唔啱、做錯，驚人哋點睇，甚至連開始創業嘅勇氣俾自己壓住咗。其實我有一個好深嘅感受，我哋長期依靠嘅環境，慢慢塑造我哋係邊個。如果你身邊成日都係低頻、抱怨、負能量循環，我哋好容易不自覺咁樣跌入呢個消耗嘅狀態。明明有能力，但係就越嚟越冇力氣。相反，如果身邊多咗一啲穩定向上嘅人，真心支持你嘅人，就算唔講好多嘢，你都會感覺被托住，慢慢有力向前行。我哋有時以為自己係唔夠努力、唔夠聰明，但係好少反思，係咪身邊嘅人事同埋圈子喺度悄悄拉低緊我哋嘅狀態？唔需要急住證明自己，但係真係要睇清呢一刻陪緊你行緊係點樣嘅能量。當我哋開始揀一個更加乾淨、更加有支持感嘅圈子，思維會慢慢咁樣清晰，情緒會穩定落嚟，做事嘅方向都會向上。人呢，一行上正向嘅軌道，好多機會同好多人一行上正向嘅軌道，好多機會同好運真係會自然靠近㗎。我哋可以行到幾遠，其實好大嘅程度取決於我哋將自己放咗喺一個乜嘢樣嘅環境入邊。如果你都係高敏感，心入邊有團火，想創業但係又驚行唔出，或者好想改變、好想轉變，但係又唔知點開始，我最近開放少量嘅1對1深度諮詢名額，唔係單向嘅教學，能量交換嘅空間，陪你梳理你內在嘅障礙、環境同埋行動計劃。名額有限，因為我想確保每個對話都真正深入、有質素。如果你覺得需要一個安全、支援性嘅環境，幫你踏出第一步，歡迎私信我，我哋一齊傾傾點樣讓你行得更穩、更光明，好嗎？係海莉，剛剛好療癒你，陪你走過黑暗隧道嘅療癒師。關注我，你會越嚟越走向內在豐盛嘅自己，好嗎？